今仔15是元宵哦，民众会食营养，还是讲食元宵来过节？消息是提起讲，传统市场卖营养元宵，因为无规定讲哦，就爱标示生产的日期，还是成分，所以消费者目睭就爱配合金哦，看好真足，片看卖的才通买。今仔日是俗称小过年的元宵佳节，传统风俗爱食圆仔甲元宵，表示团圆美满。不过安怎食了安心，消息提醒外观真重要。传统市场其实你都会看到它是散装的，打开看颜色哦，那个颜色不要太红的，要闻一下味道哦，因为其实这种米面湿制品，它湿度高，容易腐败。市面上圆仔种类800款，爱注意整形的圆仔，也就是互染料染色、外表经过实验的圆仔。若是染工业染料，亲像比例管第4类毒性化合物质的玫瑰红笔，也就是罗丹明笔甲红灰笔。5是上严重的上肝上油脂，因为圆仔质量是真高，要安怎食到健康？营养师建议爱食咸的。烹饪咸的元宵跟汤圆的时候，可能还会加其他的蛋白质跟蔬菜类的食物，所以它比较容易可以达到均衡饮食，然后也平稳血糖的效果。早吃比晚吃好。因为圆仔主要成分是糯米粉，属于淀粉当中自然淀粉，粘性较悬，真歹剥，也会造成消化不良。提醒民众食时阵，速度爱放好慢，才袂戒掉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